咁關於皈依受戒即係其中一樣大家好關心嘅問題，就係受戒嘅問題。相信有朋友都會擔心哎呀，自己可能一時之間未必可以好清靜咁樣持戒，咁因而咁樣咧就害怕，就唔敢去受戒。其實有呢啲嘅諗法，我相信係好正常，亦都係非常之需要適合你受戒。就係因為我哋對戒有個錯誤嘅認知，就覺得戒咧係一種約束，令到我哋好唔舒服。其實咧戒，我哋要將佢理解成為一種咧保護網，或者係我哋嘅保護嘅一個裝備。其實咧佢就係免於我哋受苦，免於我哋做咗啲唔恰當嘅事，然後咧點樣有唔好嘅後果。如果我哋只係貪圖一時之快，係換嚟後邊好多嘅痛苦煩惱，其實咁樣係好唔值得嘅。咁樣咧正正唔係真正嘅自由同埋快樂。